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互咱搁一遍伫主的圣殿三甲来学习主的话，咱要领受话语的认证，咱先来做祈祷。主爱主上帝，感谢你，赏赐阮你的圣日，互阮伫你的内面体会着上帝，你的家是何等的美好，何等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主啊，阮要伫你的内面，伫你的家来享受着上帝的恩典。阮也要学习，因为甲家内的人做伙相处。体会着上帝，你安怎透过彼此的三团契、三协和，会通领受到阮伫人生上至宝贵主内的疼。主啊，帮助阮用谦卑的心来学习，是你主，这是你的旨意。但阮要领受你的话进前，特别伫你面前谦卑交托，愿你亲自带领阮下面的时间。感谢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会线接伫咱的这个标杆人生内底，第二阶段人生的目的，用团契，用伫主内家内的团契，来成做咱荣耀上帝的目的。咱拄则，咱的进入执事带咱读两位经节，非常的宝贵。我要搁做一个复习拄则咱读的是这个台语汉字本，台语汉字本，这个是现代台语。伊讲提摩太前书，保罗先生写批予提摩太，伊这14节的起头，好亲像较属于一种在交代代志的话语啦。但是后壁段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伊讲我望真紧就会去你遐，毋过行了较慢到。所以我先写批这张批，互你知咱伫上帝家着安怎生活。保罗讲，我要去到恁遐，但是因为交通无方便啦，无像现在飞机飞咧，高铁坐咧就够啊。所以伊急要将伊家己心内所领受迄个重要的真理，讲先用批写。伊是讲我的信息先到，人较慢到安尼15节就是伊讲的即句重要的观点。我要招咱兄弟齐声来读一句，好无？15节预备来。好，这个家是咧讲什么呢？毋是咱家己私人、咱家己肉体上咱的亲族的家哦，是上帝的家啦。这个家是亲我上帝的教会，所以教会就是家，家就是教会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是讲，就是真理甲的调教甲地基。安尼，保罗甲教会的这个定位基础讲了清楚佮明白，讲咱有两个家，一个是咱家己属肉体的家，咱家己的亲族的家，一个是上帝特别伫地面上设立的真我的教会，上帝的教会就是也是这个家。伊讲这是真理的调教甲地基。既然是一个家，家就是做伙生活，敢毋通讲一家一人家己一个独立，无可能啦，一定是大家做伙。安尼做伙哥罗西書13章14節到17節呢，也有緣甲咱講到即句真重要的話語。14節有緣要招咱做伙坐聲來讀預備來，寫的以外，聽心，因為聽。好，上帝的家是教會，咱的屬靈的家就是教會，這是。咱已經真清楚明白釐清就對啦。第二段，伊講，咱就愛加貼疼心，伫即個屬靈的家，用疼心來和一切來連結，完全來和合。所以會通煞接講，咱理解的上帝的家，這是咱一個袂當脫離的。就像你屬於一個家庭，你講我飛去天邊海角，我嘛是甲這個家有關係啊。你較遠，你攏會心的笑臉嘛。你屬於地面上上帝的家教會，你都要用什麼來甲伊聯繫呢？講用疼。
所以后壁就是保罗伊解释讲要安怎用疼吼，伊讲要互基督所赐的和平支配恁的心。伫即个属灵的家庭，都用疼，用主所赐的和平，为着要互恁有即个和平，恁受调经做一体，恁搁着时常感谢。兄弟姊妹，即句话有话来有话哦，真重要。咱小等下要做伙甲即两则经节，用今仔日的主题，甲咱搁一遍来解释甲分享啦吼。伊讲你爱有和平的心来得到即个和平，所以疼甲和平，毋是白白空空无物件。上帝用一个什么，互你来试验疼，互你来试验和平呢？伊讲恁受调来做一体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毋通想讲啊，这个自然的啦，这个偶然的啦，这个事实的事啦，是你受调来富强教会，就是上帝用调恁来遮来体验伊的疼，体验伊的和平。若无够，毋是上帝问题，是咱的问题，是咱要安怎学习用疼甲和平来互即间教会活出耶稣基督的疼。活出耶稣基督的宽恕，所以讲，咱爱为着咱领受着一间教会，咱归属的一间教会，咱来时常感谢。然后煞接讲，就互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点伫恁内面。要有这个疼甲和平一直充满，就是爱定有主的话嘛，你爱灵修嘛，你爱祈祷嘛，你爱读圣经嘛。所以然后伫这个团体内面彼此劝诫，唱诗篇。灵歌、圣诗对身体感谢俄罗主，上帝设立这个属灵的家，就是要互你操练遮的。17节，恁无论做什么，讲话还是行为，拢着奉主耶稣的名来做，通过伊来感谢父上帝。安尼，咱会当对这两节经节，当然你若会当较完整规段拢甲读，你会当理解到上帝。爱咱伫即个属灵的家，毋是干那一个名分，剩的拢无要做。上帝是要互你伫即个家来运转，就像你一个家庭，你若大家互相无搬烂，互相联系，互相来相探访、相关心，即个小家庭、大家庭，你拢是虚伪啦，无甚物款有活力啦。咱的教会嘛是安尼，所以当你加入伫即个教会、这个团体、这个团契、这个小组，大甲小，这个拢都爱奉耶稣的名来做。安尼，你伫教会出入入，一礼拜来到遮，都毋是偶然的，毋是凊彩的，毋是有也好无也好的，是你逐项拢是咧奉耶稣的名咧做。所以这个代志变做新生的阶段，毋是一个凊彩有也好无也好的。兄弟姊妹。咱对年初开始进入伫即个标杆人生的研读的计划，牧师一直咧强调，就亲像咱定定咧讲爱烙印就对啦，烙印就是讲毋是干那皮那点，就真正亲像印甲刻落去内底，亲像咧雕塑的甲刻入去内底，爱清清楚楚。咱第一个咧荣耀上帝的人生的目的，就是敬拜上帝。咱讲敬拜上帝，咱用咱的人生、咱的生命、咱甲主的结连来敬拜，毋是干那伫主日的敬拜那点。但这第二月份、第二部分就是3月，咱这个月所研读的就是人生的目的的第二部分。上帝塑造你，就是要为着上帝的家来活。敬拜人生是我个人甲上帝的关系，互我用个人的生命、我的运势、我的人生来荣耀上帝。第二个阶段就是咱要进入到伫上帝的家，然后用团契人生，我活伫这个教会内面，为着要荣耀主，这是人生的第二个目的。当然。佮中国看一个，咱楼骹迄大旗条内面的第二个，咱的教会的标语就是团契交谊，彼此相听。
这是第二部分团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这个标杆认证了后咱至少这5项爱记好条吼。即嘛会请牧师也是长老，甲你操问讲，咱教会荣耀主5个目的是啥货安尼吼？足简单，都头前迄2字就好啊，团契。头一个是敬拜，第二个是团契安尼。那是为何保罗要安尼讲？为何保罗要安尼讲？基督徒爱有一个归属。你毋是信主甲上帝的关系啦，你要有一个归属，这是咱上重要的事上帝唔单单讲要爱你相信伊啦，伊阁呼召你来归属伫伊。兄弟姊妹，相信是一个有距离的，我就相信你。但是归属就是甲伊连做伙啊，甲咱主连做伙所以这是有一个行动的，你是有一个安尼进度甲工作的。咱英文有字叫做 membership。membership 这句话原来是属教会的话语啦。后来呢，慢慢社会拢咧用你有加入迄个运动俱乐部的会员无？你有加入什么西雅会的会员无？即嘛连咧什么家乐福啦，全联啦，你嘛拢会员对毋对？即嘛网络更较厉害，足侪招团拢团员。所以你感觉讲团员哪有啥？算袂了，我家己嘛几个我嘛毋知。但请会记咧，原生就是你属伫主的圣会一份子，迄叫做会员，迄叫做成员。因为这是一个有机的，是一个有生命的关系，是属伫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是真珍贵的意思。但是咱今仔日因为会员这款的迄个资格太腐烂了，就对啦，太腐烂啦。咱台湾开始咧推动迄个信用卡的时阵台湾的信用卡满天飞啦，什么现金卡一大堆，骨在你用到最后我欠钱你就惨咱甲这款的成员的身份舞臭起就对了。兄弟姊妹，你是富强教会会员，这毋是一个偶然的事，迄是一个有真重要生命的关系呢。所以咱毋若相信上帝，你要归属伫上帝的家，所以加入伫基督的身体。你若无加入基督的身体，咱人生的第二个目的团契，你就无法通完成，所以加入教会。加入小组，这个人生第二目的团契生活才会当完成。是安怎讲？教会重要到什么程度呢？耶稣为着教会来订立十字架。圣经安尼讲，亲像基督疼教会，为教会来放杀家己。所以，咱基督徒毋是单独一个个体。今仔日有真侪观念，也是有真侪迄所谓迄款基督徒的思想，讲我都家己读圣经、信耶稣，我都甲上帝关系就好。伊讲这我清教的，毋免甲这世事3天半，甲这有诶无诶难做伙，有诶对教会是排斥的。讲我甲信耶稣就好，伊诶教会无一定合伊诶意思。有影，你会当安尼批评无毋对。但是上帝讲，你若要成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一个完整的基督徒，你无经过教会这关受操练，你毋是一个完整的基督徒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的团契生活，团契这2字，牧师爱阁提醒毋是讲服务团契、相邻团契，这叫团契。团契是一个有活力的。是一个甲人做伙伴烂，大家做伙同工兄弟姊妹做伙，迄叫做团契，迄是有动力的，毋是名词所以你若有团契，就是你要加入教会；你若要有团契，你都要加入小组；你若要有团契，爱加入相邻团契、夫妇团契。所以有团契才会当团契，安尼听有所以。若是无教会的基督徒，伊讲伊是外标准外高的基督徒，咱拢会太该画一个问号啦。咱能尊重伊，伊就有这款观念咧。可能伊家己个性无想要甲人盘烂，但是呢，这是上帝标准内底，这是无完全的。因为
无教会基督徒就亲像离开身躯的器官啦。你敢毋讲我的手拔起来放呢？啊嘛暂时莫用，啊无牧师咧烧声哦，暂时甲声大放一边，啊用一个机器来发声，无啦。你嘛是都爱用啊，你都爱用啊，你爱念做伙啊，所以无亲像无羊群的羊啦。你讲一只羊孤单黑白扫，亲像无家的囡仔。兄弟姊妹，迄故事的故事，你敢听无够吗？迄囡仔嘛要有一个家，迄款的心情，甲咱即个有一个大家庭幸福的感觉是无相共的。啊，所以你就知影讲是安那，你爱属伫一间教会，但是属啊阁无够哦，你爱专心，你爱注意，你爱结连。所以呢，咱毋通做属灵的孤儿，也是毋通做。伫个标杆人生叫做土的信徒啦。兄弟姊妹，土啊是有啥物伊的专长啊？土啊安怎？吼，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吼，要掠土啊吼，啊无简单的哦，跳来跳来跳。意思讲吼，咱一间跳过一间啦。啊，想讲吼，啊像咧经汉字咧，经营营安尼吼，经要一间啊，我会下的。即个无下圣经啦，也是讲亲像候鸟信徒。啊，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这拢毋是咱应该的。因为咱会做土啊，会做候鸟。你的出发点就是讲，即间无下我要换另外一间。吼，讲啊，即区园无下我换另外一区。事实呢，你若是伫主的光照的内面，你爱想想讲，毋是即间教会无下我，是我家己无下啦，是我家己无够才会袂下啦。是我不足才会袂合。原来这间是完美的，是我入去才无完美，你敢知影？当你开始把心看家己的时，你就知影讲哦，世间无一间完美的教会，若有你伫内底都无完美啊。我大家拢安尼想，你就知影谦卑啊嘛，知影讲哦，教会就需要我爱改变嘛，我爱伫主的内面谦卑嘛，我爱伫主内面破碎嘛。啊，然后我毋但会当互即个团体更较水，啊，这是咱是安那上帝要甲咱放伫教会原因啦。毋是种教会已经完美啊，才招你入来，是因为你入来要操练完美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是安那你需要吼，咱有几项吼来讲，需要属灵的家庭。你是安那需要教会即个属灵的家庭。第一，教会家庭是表明你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。对像咱讲，家己一个孤芳自赏。家己一个独立，无要甲人相插，这拢毋是真正的信徒。因为圣经明明甲咱讲，你是通过无共款背景、种族、社会地位的人，因为疼，保罗讲因为疼呢，你爱伫无共款、大家差异足大的中间，用疼来结做伙，啊，毋则厉害。啊，不咱定咧讲，你经历同温层的，啊，恁大家好就好，别人拢无咧插你啊。你就讲你家己去闻就好啊。耶稣就是爱咱，用伊的疼来互即个无共款背景的人会当用疼来做伙，成做上帝大家庭。安尼咱对即个世界才会当做见证。这是第一个。你若单独一个，袂当真正你是一个真的信徒啦。第二，你有即个团体，有加入伫教会。你就无搁再用自我做中心，无搁用自我对中心。咱是安那会无想要加入这个团体，咱是安那无想要加入这个小组。通常你毋是讲嫌这个团体毋好，是因为你家己感觉讲好亲像我先顾家己较要紧啦，吼啊，我就无力通帮助别人啊。但是上帝的家吼毋是安尼哦，上帝的家是因为伊的教会。就是要伫上帝家来做学习啦，学习你甲无共款个性、无共款背景、无共款知识的人做伙斗阵。你有法度通甲遮个人斗阵，你才会当学习上帝家迄款的疼。啊，所以这是上帝要互你的教识，毋是要摕一个完美的才互你落落，毋是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要伫这个团体内底学习什么呢？学习无自私。
学是对人有同情心。啊，你若无想要自私，你无想要同情，你若讲自私，啊，你无想要同情心，你就毋免加入。啊，你若要训练这，你都爱加入这个团体啊。啊无，你甲想，咱伫家庭的内底，这个囡仔无乖，你会讲啊，我无爱听你啊，毋插你啊。吼，啊，咱厝里有甚物人安尼斗阵袂合，你讲啊，我无爱你啊，淡掉。你嘛是较苦，一直甲挽回，甲苦扛退祈祷啊，较侪疼拢互伊啦。放荡主，咱嘛是照常甲收留啊。啊，而肉体的家，这是咱家己出伫血缘上的疼，但是伫这属灵的家，咱爱有上帝的疼，才疼会落啦。啊，若无吼，这恁兜的代志，甲我甚物关系？是啊，大家要投入者，是你上帝互你的使命，敢毋是？第三，教会家庭帮助你灵命成长，灵命的成长，因为你积极参与教会生活，你属灵的生命才会操练一啊。所以有一点吼，啊，咱进前旧年咧推动迄个幸福小组的时阵，咱有一句话，有可能兄弟有误会，讲幸福小组是一个照妖镜。哦，大家听到照妖镜哦，讲咧到底拢吼起价无赔价，讲是安那，我要做代志，讲什么照妖镜？其实哦，咱拢误会伊的意思啦。兄弟姊妹，是安那两个夫妇三听啊，本来是两间蜜甜，是安来冤家，是安来互相冲突。你的另外一半就是你的照妖镜，安尼听有无？意思是讲，我原来我做得足好啊，啊，无是讲我讲的这句话，哇，太太听了足艰苦。啊，原来是我，吼，我咧讲话吼，拢无细字，无注意到啦。啊，伊有甲你反应啊，普通人毋插你啊，普通人讲啊，这个人莫斗阵。但是恁太太规日甲你做伙，当然伊也反应啊，迄叫做照妖镜。所以意思是，咱伫即个团体中间，当然有较成熟，有诶较无成熟，有诶个性较无共款。但是伫个斗阵诶中间，显明出伊家己诶不足诶时阵。你就是伫迄个内面咧操练，迄个照妖镜就是有时吼，改成听袂落，讲上帝啊，互我有开得通听即个人，啊，迄叫做照妖镜，因为你的听还无够啊，啊，那毋是照妖镜吗？吼，啊，即个人啊，做代志啊，有头无尾，吼，你足头疼，甲伊同工足艰苦诶，啊，上帝啊，到底我要甲你做伙同工啊？你这就是照妖镜，你看要训练你的耐心，敢毋是？啊，这个人吼，定来轻重哦，啊有啊无啊，有啊好无啊好，拢定咧安尼诉苦啦、艰苦啦，啊我听足烦的啦，上帝啊吼，甲煞走啦，毋是啦，上帝讲哦，甲这个放伫你的心，放伫你的面前，就是要操练你的耐心啦。你免说甲挽回，你免甲安慰，你免甲鼓励，啊，所以叫做灵命成长，就是意思讲第一现场你才会当操练。啊，若无啊，我关到阮厝，吼，读圣经偌水的、偌好的吼，迄拢无够，因为你无直接伫第一现场操练啦。所以，请会记咧，真正的成熟，就是爱对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。好，这个人吼不粘锅，你了做伊个性真好，一人讲斗阵哦，拢袂哈，你敢知？哦，看起来是足安尼足，安那讲足标准的心思，还是标准的淑女。啊，毋过甲人做伙就袂哈，你讲这个是俗女哦，这是心思，毋是啊，因为你无爱甲人谈喏，啊，伫教会就是要操练这个啊，互咱伫内面操练咱的耐心、疼心，操练咱接纳无共款的人。第四，是因为基督的身体需要你，基督的身躯，因为咱逐人做肢体，啊，你欠你一个就无完全啊嘛，吼，所以。伫上帝家中有真特别的角色，伊要用你的温素来做工，所以缺一不可。欠你一个就无安全啊！啊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请你毋通看轻你家己的角色。第五，这个较大的身份是你要担任分担，咱要做分担基督普世的使命嘛。咱的长老教会的这个。信仰告别有一句话真重要，伊讲教会是普世个定军的军队，普世个定军的军队，意思是咱若要讲教会是全世界
1、20亿个人信耶稣的，咱拢是共一间教会。但是，佫是定金伫台南市东区好尾寮甲富强社区的富强教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佫像是另外一种的角度是教会加即个大家庭，帮助你避免灵命的退步啦，避免灵命的退步。你若说讲你伫厝灵修，家己真好，孤芳自赏，安尼无够。是你即个团体若无完全，甲你影响，你佫无受影响，你佫会成长，安尼才是无退步。你敢知？所以上帝互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去帮助人。你毋若是家己好，家己有成就，是你要帮助软正软弱的兄弟，互伊行伫正路的中间。所以，咱教会内面啊，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，有可能某咪一个兄弟，某咪一个姊妹，有长老、牧师，也是资深的兄弟，去甲伊苦劝，去甲伊鼓励，去用疼心讲诚实话，互伊毋通行偏去。安尼，即个教会集体，即个大家庭才是成功的。你的家庭若有人钱黑白乱开，即个家庭若讲有人生活无正常，咱做爸母的、做时代的，敢袂去苦劝吗？少年人啊，结婚无偌久，有点冤家啊，无感情无好，咱时代是毋是真关心？甲伊讲啊，你两个问题出伫倒位，听看嘛呢？啊，所以教会这个团体，你有任务哦，你有责任去劝勉、去关心，当然是爱用真好的技巧啦，吼，毋是安尼大拉拉去安尼举刀破柴，毋是啦，是安尼用关心，互即个人挽回倒转来。所以至少门全血，毋是基督徒的抬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第一阶段做一个结尾，就是讲。一切拢伫教会，教会用5个目的，吼，上帝互教会5个目的，甲互人5个目的同款的，就是咱讲的这5项：敬拜、团契、成长、服侍，啊个最后是传福音。第一，敬拜，伫教会敬拜上帝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就是互你注目仰望上帝。第二，团契3交陪，互你面对人生的难题。伫兄弟姊妹内底，互相因为关怀，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。第三，门徒的训练就是成长，坚固你的信心。第四，服侍，互你发掘你的才能。第五，传福音，互你完成使命，上帝垂听你的使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讲到这。是安那？你要加入教会，毋望你就真清楚明白的这个概念啦吼。你的选择，你让加做这个教会的会员，吼，也是参加教会聚会有差别的，就是因为差伫倒位呢？差伫你有威信无啦？啊，我属于福阳教会，吼，但是吼，我无咧甲人交叉哦，吼，我来礼拜就好啊，我来见上帝就好啊，有影？安尼算袂歹啊，已经有啊嘛吼，第一步有啊啦。但是呢，你有威信无？你有要承接到拄则牧师讲迄6项的目的无？吼，你家己想看嘛呢？所以加入教会第一步、第二步，你要成做威信的会员。你要伫这内底操练，因为上帝教这个教识互你，啊，你有几摆吼，啊，拢无咧上课啊，有几摆拢无咧操练嘛。啊，所以呢。咱叫做参加者，有啦，有参加礼拜，有参加聚会啦，但是无咧甲人往来，这是旁观者，边仔咧看啦，听观望吼。好像咱若去参加一个团体活动，有人伫内底耍啊欢喜甲闹热甲，有人坐伫边仔咧点吼。啊，咱嘛会讲去边仔讲，来啦，内面啊真好耍吼，啊物件真好食，你会甲招嘛？啊，要你偏边仔甲人都无关系咧。但是呢，会员就是参与事吼。你加入伫内底，但参加者是啥物？参加者是消费者哪点？我看我领受偌济，参加偌济，但是呢，会员就是贡献者。有人讲生产者就对了，我就是有份嘛，家人嘛。兄弟姊妹，恁兜你的家庭啦，你家己个人的家庭，
敢真正需要参观者吗？需要消费者？吼，咱较早一句台湾话真有意思啦，讲食饭卡中的有无？吼，食饭卡中的，吼，迄食饭卡中上辛苦对毋对？但是对这间家庭无贡献嘛，敢毋是？哦，即马可能改做啥物啊？叫做靠霸族啦，哦安尼啦。啊，所以佫一项参加者只敢若想要对教会得到好处，哇，摕到好康的，但是哦，根本无想要负担责任。啊，当然，咱毋是咧批评哦，毋是咧责备，是要互你了解讲，是安怎上帝要爱咱加入伫教会，是安怎加入团契伫小组。啊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后壁段要甲咱分享讲，伫小组的中间，做伙经历生命，做伙经历生命。因为安怎呢？生命本来就是爱分享的，生命本来就是爱分享的。咱捌伫差不多我即阵会人，少年囡仔时代拢捌读过《鲁滨逊漂流记》，对毋对？哦，看到安尼啊，足惊险，也足感动，啊，毋过嘛，感觉足孤单。讲哎哟，一个人家己生活要哪过日子啊？咱的生命若无甲人产生关系，这个生命是无成熟的。所以，是安怎要邀请你加入教会以外，过来第二阶段，就是要加入小组甲团契。你都要经过这步，你的生命才会较成熟。因为真正的团契生活是要互咱经历真诚啦。你的真诚会当表达出来。你若干那参加聚会尔，也无够。你也加入啲小组互动，你才会当感觉到。所以是为了咱今日看到以赛亚牧区咱这嘛是拢资深的老基督徒啊，伊嘛是参加小组啊。毋是讲我较早无咧参加小组，即嘛无参加，就无适合参加，毋是啊，伊嘛参加足欢喜啊，所以呢，真正的团契生活毋是肤浅的、表面的安尼卫生啦，讲遐个皮啊话啦。这是咱台湾人，特别是台湾人上大的一个门槛。咱台湾人上大的一个致命伤就是讲足无容易开你的心啦，甲人交陪。咱台湾人讲破腹三看有无？破腹三句唔敢，拢暗藏起来。但是呢，伫小组甲团契内底，你若无坦诚交心。你无掏心掏肺，你就对这个生命袂成长呢。所以拄两难，爱你安尼做，你佫唔敢做，这就是咱教会团契小组成功失败的关键呢。因为安怎呢？咱看见现在普遍真侪教会，特别咱长老教会，这个更较明显哦。安怎呢？就是假象啦。什么叫做假象呢？大家一个面具，哇！看到咧就真水，真清幽。毋过你内面的忧伤，你内面的快乐，你家内的软弱，你真侪代志，确实伫负面的，你拢无爱互人知。看起来是装头啊足好啦，咱表面上礼貌，甲人肤浅对话，地面区，处处哄别人，人甲你问啥，你就揪起来，制造迄个表面的幸福。但是兄弟姊妹，那这款团契真紧就萎缩去啊！若有好耍的才来，若无好耍，你要来创啥？你心内本来就遐困难，你都袂当伫遮讨棒啊！你袂当伫遮医治嘛？你袂当伫遮得到重新改变嘛？当然你参加了就善啊，敢毋是？但是若是一个团契，毋是安尼，一个小组毋是安尼。你受伤，别人毋是甲你踢笑，甲你讲闲话，是甲你揽调的，讲是啦。足毋甘你拄着这款的艰难，我替你祈祷，兄弟姊妹，你袂感动吗？你家内人都无法度通安尼呢？有的小组有人艰苦破病，逐工煮鱼汤去互食，你看伊袂感动吗？所以是咱要加入小组，毋是讲加无用的啦，毋是啦，是你当伫这个所在，才会当重新得到生命的成长。这个目的是安尼。但是咱因为教会是个大家拢会防卫啦，尽量无爱互人知影咱兜好的加减讲宣传一下，歹的拢扛起来。但是这毋是上帝爱你伫家内，上帝家上团契的目的。第二，
真正的团契生活里面经历互相的关系，你会记得哦，是互相啦。人拢我咧付出，啊，别人拢承受的，拢咧消费的，你顾你嘛先啊，有的教会吼，有的中级同工做啊先讲啊，无爱啊，啊，拢做袂了啊，别人无人要甲你参与，无人要出来斗阵啦，做了嘛也，这是互相的关系，因为付出是双方面的努力，同款意思啦。咱伫婚姻的内底嘛是讲，翁仔某吼爱互相相添，是敢若讲先生拢无限的付出，太太拢毋免付出，啊像太太拢一面付出，先生拢无爱得享受，毋是啦。所以真正的团契生活的核心，团契生活的核心是建立互惠的关系，分担责任，彼此帮助，有来有去啦。啊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小组，咱的团契，要成功未成功，这点就是走袂去啦。你若讲干那几个人咧舞久就先啊。有的教会吼，团契选到最后无人要做干部，因为吼，大家拢来做享受的尔，啊，遐个人吼，一直做做了久嘛先。啊，伊个毋是专职啊，专职的都苦啊做啊，为着薪水啊。啊，我也无领薪水，无汤无粒。啊，叫我一直做，啊，别人拢无要做，所以这团契生活也要紧伫遮。第三，进一步是真正的团契生活是经历着同情啦，同理心。我会当体会到伊，吼，伊有捌艰苦过，较早我捌艰苦过一遍，即马看伊咧艰苦，我会晓甲关心啦。所以，搁进一步是进入到彼此的受苦中，甲人做伙分担，吼。英文有一句叫做 empathy。empathy 的意思，吼，咱圣经是讲同情啦，啊，咱即马心理学的名词，较会甲伊解释讲同理心。啊，这个人吼，啊，最近安尼操烦甲，啊，你茫想讲，哎哟，迄无免烦恼啦，小代志，毋是啦。你讲啊，有影都对，迄人我像你安尼吼，我可能比我严重哦，会通了解伊的心情。所以团契要成功，无有啥物原因，就是保罗迄句话啦，定用疼。真诚的付出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团契生活，请会记了，无需要强调一遍哦。毋是咱所有的夫妇团契、妇女团契，是叫做小组内面的团契，团契内面的团契，兄弟姊妹做伙内面的团契啊！吼，这团契生活有三个赞处，第一个赞处称赞的啦，大家有机会做伙读圣经，袂歹，这叫第一赞啦。伊敢若话语的了解尔定嘛。但是较称赞的，就是做伙同工服侍。有真侪人哦，要查经读圣经伊足爱，但是开始服侍伊烦恼啊，因为哦，伊爱甲人伴咯，伊爱甲人参详，伊通甲人协调，哇，协调咧到底吼，意见就出来啊，对毋对？啊，想法就出来啊，无共款啊啦。所以有人毋敢，到遮就动起来啊，读圣经偌好诶，袂歹。但是哦，圣经就是要互你运用伫服侍啊。圣经诶话就是叫你服侍啊。啊！你若圣经话了，你是有清楚，服侍无好势，你的圣经读了无够。第上深层的什么？进入到是受苦。咱现在台湾的教会是偌幸福，你敢知影？你有人讲，我参加信耶稣，我来富强教会，哈，有人甲你点油做记号，有人甲你也去关无？无啦。中国安尼哦，中国是安尼哦，中国的基督徒吼，无细字互掠去关呢。足侪牧师掠去关呢，去劳改营呢，佮较免讲穆斯林，像新疆的穆斯林，足可怜呢。有时伫团契内面，嘛有拄着一款受苦的人，是彼此受苦，哀伤，互相承担责任。甲欢喜的人相甲欢喜，甲受苦的人相甲受苦，甲哀伤的人相甲受哀伤。第四，真正的团契的生活，是人经历怜悯，因为怜悯是一个团契，是一个稳定的所在。强调怜悯甲接纳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咱拢无问讲小组内面有啥物人得罪啥物人，对无？吼，也有啥物人做了无好互人大家足艰苦。但是呢，难免会发生啦。啊，上帝就是爱要伫团契内面，你若是甲伊搁较关键的，就是你有法当赦免人。所以你若无饶恕，你若无宽恕，你讲我团契生活过了真好，啊，佫无够，你的级数也无够啦。
你是有法度人认赦免一个得罪你的人，赦免一个互你感觉讲足无可能做伙的人，听迄个无好听、不可爱的人，迄才是上帝爱互你的团契生活。因安那呢？苦毒甲怨恨就是会破坏团契生活。安尼姊妹，有影有时咱会拄着讲，哎哟，伫这团体内底哦，我若看到伊来，我都心情歹啊，会袂加减会啦。但是你要先想讲啊，上帝啊，这是你要互我的功课呢，这是你互我的功课呢。是然我会看这个人看了足袂开我，上帝啊，你免我，偷帮我当接到这个人，你就是成功啊。所以建立关系上好的所在，就是提供支持小组的环境，因为这个就是上帝给你的教识就对啦。人生的操练式，你莫想讲，哎哟，啊我伫遮操练要创啥？实在是吼足宝贵的。上帝的家吼，互你一个免费的操练式呢。咱顶下无讲即款所在吼，你若去参加什么黑幼龙的什么迄个卡内基训练哦，一届交5-6万呢，你敢知影？交迄个无所在通互你操练呢？你读会转去遐家己找所在操练呢？啊，咱教会免费提供你这个小组，提供你这个团契，互你操练，一个照妖镜免钱的，互你看，哎哟，我实在吼无完全啦，我爱改变啦。啊，这个物件吼，对你做生意足有路用，你敢知影？对你的人际关系足有路用呢？对你甲一寡社会人士咧斗阵吼，你的耐性有偌好，你敢知影？所以吼，咱伫教会吼，毋通伫教会有宝毋知宝，足可惜啦。你若是一个伫小组团契训练出杰出的一个基督徒，我想你去社会绝对吼无够困难的事。兄弟姊妹，大家互相努力，因为小组是基督徒生命中间一定爱一部分。哦，你摕圣经来理论讲牧师啊，我讲的你讲的毋对，好，毋免小组，毋免团契，毋免教会。你摕圣经看有啥物所在，有迄个论点。第二，2000年的教会史，基督徒拢是组织过小组团契生活。我搁强调一遍哦，加入教会这第一步，你还搁入去伫小组甲团契，因为遐有一个家庭的形式。有一个小组的团契生活，你才能伫迄个所在操练，拄则牧师讲的遐。原主甲咱三角地底，